另外，是我们嘅欢迎收看10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流浪狗问题一直是各县市头条的焦点。台南市为了精准掌握流浪狗行踪，进一步来管制，特别甲云林科技大学合作，全国首创用无人无人机甲人工智慧来调查，7万以来已经达到有效管控。为了照顾客家甲下营沿海，就是台南市流浪狗重点管制区域。动保处并且嘛拢会派员到场勘查，出动人啊、围篱以及麻醉枪等工具，将会掠车家人的狗仔先掠起来。毋过因为狗仔真巧嘛真咬味，加上沿海面积真宽，无容易来追踪，所以流浪狗率先甲云林科技大学合作，用无人无人机透过空中1000里测，会当精准来掌握狗仔的状况。现场在找人的时候，其实是找狗的时候，其实很不好找，而且会被这种草丛当中淹没。对。所以其实而且平面看的时候，视觉没有像空中看的视觉那么好。所以才拜托我们说，我们系上的那个先矿老师来帮忙，就是说透过 AI 的结合，它可以，因为我们其实人在外面找还是会不容易找得到。对。那如果 AI 可以很快帮我们把狗标注出来的话，那我们搜救时间会很快。再加上捕狗的时候，它其实有时候麻醉的时间还没有发挥之前，它可能会跌落。那跌落会造成另外一个意外。那如果我们这样其实可以很精准的去捕获它犬只的位置，而且现场人员也不用跑得这么辛苦，这样。为了解这套用智慧科技来管制流浪狗的效果，市长委托伫这些议员陪同，嘛亲自到场关心，相信对着流浪狗的数量控制更较有效率。其实，在和平用途上，无人机从过去的我们的登革热防治，在查这些屋顶的积水容器，到现在我们对于活动的这种游荡犬的一个查，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尤其对于幼犬，因为游荡犬它会一直生，那犬只的族群数量也不好控制。那借着这样子无人机，至少能够在将来捕捉的效率能够大大的提高。根据了解，该项运用无人无人机的调查，8月才开始伫大北门区试办，目前试办成果袂歹。动保处明年会正式编列预算，同时训练人员操作，全面来投入。台南新闻顾问及林英庚采访报道。台南市安南区的12点路段正咧施作闸门溪排水工程，不过施工当中却严重影响当地农民的财政。其中王姓农民种柑仔米甲洋芳果芒色2档拢无收成，加上农产下陷，损失惨重。技术议会家务委员会到场会勘，强烈要求施工厂商来协调补偿。十几天来，伫12点路做事的王姓，伫后生王国胜以青农身份到任以后，109年向农粮署申请运芒色栽种柑仔米甲洋芳果，不过当伊申请农业局运色通过以后，伫啦河川局将对闸门溪排水的12点疏洪工程的陆续施工。除了用水，实在是交通出入拢真困扰，加上土沙夜飞，造成2分外的芒色已经变中果的。重点是施工期2档外来拢无收成，初估损失上8万。从我们盖温室的时候，申请温室搭建，然后农业局那边也没有通知说这里有施工，要挖多深啊，我们就不知道会影响多大。对啊，因为既然农业局和中国人，他们应该是要延期施工啊。对啊。对啊。目前你们损失状况大概怎么样？损失状况就是新盖的低坝型温室就2年没有什么收成了。对啊，还没收成，就是因为本身温室我也是要贷款的。对啊，虽然农粮署补助也是一部分而已啦，没有办法说全额补助嘛。他们2年没有收成，就没有办法缴贷款嘛。面对工程所造成农民的苦楚，议会公务委员会接受陈情，包括赵志林、陈坤和等这些议员拢到场关心，强烈要求农业局要介入协调施工单位弥补损失，包括农产下陷嘛要恢复原状。你要做的恢复原状，对，要跟我们这边的农民协调。是，你不要做你的，我知道。你做你的，做完了以后就立刻找这个，所以2件事情要进行积极的协调。怎么来做弥补
一个损失的协调，第二个恢复原状的协调。这个东西你袂使拢要做你家己的。不过会中因为施工单位认为因的过程拢有提供用水，并且甲农民协调，引起争论。我开工的时阵，4月份开工的时阵，我就拢有甲人家拜访过啊，甲因讲要做。啊，因这是农业局补助因的，后续去年农业局嘛有来会勘，讨论看农业局要哪补助。时间过程中，我该留互因的路，该出入一个，咱问因，因若有对一工袂行，就来找我。我绝对无甲因断路，只任何一条路我拢无甲因断路。阮个公司出钱租地，互因做农路通去行，阮绝对无甲因断路。因的水无水，阮绝对甲因提供较够。所以讲有造成不便，阮非常抱歉。但是该这段路，这个路边，阮需要开的租金，我遮嘛拢有租地契约。阮需要租的，爱甲农民租，阮拢有甲租。该工程是要改善12店的饮水，预定2024年完工，地方拢乐观其成。不过农民的损失甲农地影响到底如何弥补？议会强烈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甲农民协调。台南新闻军志林根采访报道。由鸿华先进科技所打造的 Model T 电动公车，第一批量产以后，正式交车后站期，由副社客运来添购营运，预计年底进前地当正式上路。鸿华先进科技发表的电动公车 Model T， 伫台南市区试营运的时阵得到好评。头一批量产的15辆 Model T 由副社客运公司购买。成为目前 Model T 数量上侪的车市，市政府嘛特别举办交车典礼，希望未来有更较侪电动公车进驻。那我们谢谢这个鸿华先进的 Model T 这样子的新型的这个公车电动公车进驻台南市。我们也希望日后进来更多电动车的占有率是高于全国，全国平均的电动巴士占有率是11%，台南市已经达到14%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满足，希望更多的电动巴士能够进驻到台南。Model T 驶起来无同于以往的大车，坐起来非常平稳，车辆配备300度电池，续航力十足，续航会当到280公里以上。Model T 嘛有足水的外观以及先进的科技操作系统，互大家娱乐。简单的造型里面非常不简单，我们都是用世界最先进的3电系统以及有更多的这个主动安全的配备，例如说有内轮差的系统，这个是透过这个 ADAS 的计算，然后能将这个后方跟侧方的物体做一个准确的计算，适时的警告车外的用路者以及车内的驾驶注意内轮差的区域。以及我们车子也具备了整个就是 Drive by Wire 的功能，所以就是说我们透过不断的软体的更新，未来可以走向自驾化。那车内呢，我们也高度的做一个系统的整合，所以在这个未来在智慧城市结合5G IoT， 我们可以做智慧城市最好的交通载具。为着鼓励客运业者汰换电动公车，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交通部以及环保署争取补助。这摆的16部车辆总共得到5000万的中央补助，预计配置伫6线、11线、15线，涵盖生活、就医以及观光等需求。15部公车呢，再过1个月的这个营运前的准备之后，我想就可以来上路。实际提供民众的服务，那我们会在3条公车路线上来提供服务那我想整个市区的这个各个不同的区域，我们会尽量涵盖。这批电动公车完成交车并上路营运了后，台南市总共有57辆电动公车投入服务，日前阁得到交通部同意补助38辆试换型计划电动公车。已经提案向中央申请审查，当中的嘛有47辆，未来会当突破200辆以上，互电动公车愈来愈普及，互市民朋友拢会当享有低碳绿能的优质公共运输服务。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国际赛主会300台湾区其中灾害警戒委员会认为会当电击和心脏恢复正常仪器，也是 AED 相当要紧，所以特别关键和台市消防局作为教育训练甲社区宣导，13号由副市长陈谦代表受证。为加强咱市紧急救护能力，
国际狮子会300低湾区灾害警觉委员会伫询问过消防局意见后，积极将狮兄狮姐爱心资源，特别采购40套 AED 训练器材，作为咱市消防兄弟平常时训练以及教育推广的用途。33日上午伫消防局举办完整仪式。300多万的这个区呢能够这个响应我们总监的这个主张了。这个他当选的时候的主张就是及时服务、快乐奉献，及时服务、快乐奉献，对不？及时服务、快乐奉献，也是国际狮子会300低湾区总干施松吉所推动年度目标。而这次由灾害警觉委员会所发起的 AED 捐赠活动，也刚好响应今年的主题。给我们这些消防弟兄、救灾弟兄平时的训练提升了更多即时需要有即时能应用到去服务我们广大的台湾市民所以这个刚好了也落实了我们刚才说我们施松奇今年的 slogan 及时服务、快乐奉献你讲对不对啊？对。除了捐赠活动，现场嘛会当看到真侪小朋友亲自咧试救灾以及避难顶体验，和防灾概念自细汉扎根。刚刚有体验到什么活动？就是走那个钢索，我觉得很好玩，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害怕。然后我也有体验到坐消防车跟坐直升机，我觉得都很好玩。那有学到一些怎么救灾的？有，就是像是他刚刚说到呢，如果要灭火的话，要握住那个头，不然那个会乱喷。国际狮子会热心公益，出钱出力，强化政府救护量能，使人钦佩。灾害警觉委员会主席杜一展表示，狮子会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伫社会有需要时阵，一定拢会慷慨解囊，发挥大爱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国师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
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啊，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啊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计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为了好民众知影如何将艺术用于咱徛起的空间，营造有质感的生活，由知识馆地甲新光三越所共同合作的展览，展出超过100件珍贵的手工收藏品。主办单位表示，因就是希望传达爱物惜物的观念，邀请民众做回来百回感受。新光三越新天地首次甲知识馆地生活馆合作，用设计工作者甲推广生活美学角度，展出4大主题，当中有用于台湾手工制作的工艺家具、毛雕塑、画作、甲陶艺等无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主办单位精选超过100件手工收藏品，相当有质感，而且高达70%以上，全台湾只有1件。该展览10月5号正式展彩，希望传达疫情过后珍惜生命、爱物惜物的观念。从艺术与空间对话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接下来的疫情过后，我们的生命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如何去搜寻属于自己的那个价值，而我们能够去做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与规划。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艺术与空间，疫情后的新生活这个主题，我们通过了2场的论坛、3场的演讲，以及6场的课程的规划，搭配所有的展区，我们希望来传递一个新生活的一个概念。这场疫情，互真侪人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嘛改变了生活甲消费的习惯，甚至是面对生命的态度。会中透过艺术鉴定的角度，要互艺术更加踏进生活、更人性化。会中文化局主编嘛出席推荐，邀请大家放慢脚步，好好来欣赏难得的艺术收藏。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一个展示，那把我们在疫情之后对于一个生活跟艺术的一个想象，在结合空间、结合设计、结合创意这样子一个方式。让大家重新思考疫情之后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但是却是隽有艺术化的生活。该艺术空间的展览将一直展到10月30，当中有规划讲座、论坛甲生活美学课程，民众不妨把机会来好好感受。台湾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今年迈入50周年，特别将过去经典的作品改编重新演出，同时表演者除了校内师生，也邀请毕业的校友，希望创造出甲过去完全无同的艺术享受。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进入50周年，今年以流程为表演主题，
意思是伫向前的时阵，也会当回顾过往的美好，所以表演内容特别精选舞蹈系50档以来的巡回演出的作品。那我们今年的制作是特别摘取了这历年来不同年代的演出，所以当你进来看到演出的时候，你会看到譬如有1995年的演出，或者是2004年的作品，所以不同的年代的作品，然后把它集结起来，然后再重新编创，就做新创，然后在这一场的演出里面会呈现出来。将旧的作品重新改编诠释，以另外一种风貌呈现，是这摆演出的特色之一。另外一种特色是表演者不只是学生，结合老师以及毕业的校友共同演出，透过多方面的合作，创造出无同于以往的艺术感受。今年是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50周年的一个活动。那这一次的主题特别以流程这个概念来整个为创作的主题，邀请了我们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师生们以及所有的系友们共舞，把50周年以来的经典舞码再重新编创，那一起在舞台上来共同来舞蹈呈现。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一次的机会。诚挚邀请我们台南市民朋友们，10月21日晚上7点半，能够进到文化中心演艺厅来欣赏这一次的一个创作演出。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系提供学生舞者一个专业的平台，一直以来不断突破创新，以舞团演出的模式，增进南台湾舞蹈艺术，更会当落实文化艺术的推广。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伫过去，大家对着癌症治疗，毋是手术、化疗，就是放射线。毋过，随着精准医疗进步，基美学中心今年成立了癌症基因检测的咨询门诊，就是要互癌症患者了解肿瘤基因的改变，参与未来治疗的讨论，找出上适合家己的治疗方法。癌症若是发生转移，就需要检体采样确定病症，为患者找出上适合治疗方式。但若是转移的部位无容易采检到，就是一件真麻烦的代志。基美病院最近一项病例，一位57岁女性，先是罹患鳞癌，后来佫确诊肺癌，最后癌细胞佫转移到脑部。互医师怀疑是癌细胞对着药物产生抗药性，而且转移部位是伫咧脑部，病灶检体无容易取得。基美病院最后决定使用核心实验室的液态切片进行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只需要1点仔血液，就会当得到523个微量肿瘤基因报告。过去癌症的检测大概都是以组织为基础哦，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切片检查，那个切片检查简体才能够用来做基因的检测。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癌友，因为在治疗的过程拉得越长，它的复发跟转移会在我们没有办法再次取得简体的地方。举例来说，他们可能会发生脑部的转移，或者说是多发性的转移，在我们不容易切片取得的地方。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上非常的困难说服癌友，为了做一个基因检测，就是开颅接受手术哦。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利用他的体液，那可能是他的血液或者是脑脊液，来帮助这个癌友进行基因检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比较不侵入性，那癌友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次世代基因定序检测，除了会当找出癌症适合治疗方式，嘛会当为患者量身打造上适合营养补充的建议。新竹医学中心其实是希望做到一个全癌全人的照顾哦，那就是从癌友一开始在确诊之后，他会需要一系列的基因检测去确认最适合他的治疗方式。那在那之后，我们还会希望这个癌友在治疗过程里面，如果因为治疗产生其他营养不良的状况，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微营养的检测，替癌友找到他最适合的营养补充的方案，降低他的副作用。那也可以让他在治疗过程里面的身体的状况是可以变得更好，那能够承受更高强度的治疗。那所以在我们这整合的服务里面呢，当然是透过这个癌症基因检测的咨询门诊，作为一个我们这个一条龙服务的出口啊。那因为现在这个
检测的方式其实很多，那不要说癌友，很多临床医师对于这个癌友他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检测是不清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癌症基因检测咨询门诊就是希望提供一个窗口，让癌友在罹癌的时候，那能够经由我们专业的咨询，知道他最适合基因检测的方式。基于医学中心首席医疗副院长田宇峰嘛提出，个人化医疗除了基因检测以外，代谢体检测嘛是相当的重要，包含维生素、脂肪酸、微量元素等多项检测，完整评估营养状态，精准补充欠缺营养素，并避免过量补充造成副作用。另外，其他广泛性的检测项目，嘛会当为病人媒合更好治疗机会。提悬医疗团队针对疾病诊断准确性，并制定完善的治疗方针。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